再来看国宝中华花坛，伫个民国6070年代呢，饲真济这正水鱼仔仔，上济时养殖场有几百间。为了伫买卖这个方便算这个鱼仔仔的时，这个养殖户发明一种叫做算鱼仔瓜，以5也是10做一个单位，佮用加减来做计算，哪配合刻条，哪唱哪算，真有特色。今日要介绍的这位啉水来，就是少数要念算鱼仔瓜的国宝人物。 一加一两加一三减一三加两。啉水来，那互鱼仔仔那伫念歌，不过伊念歌毋是来解文的，伊是咧算鱼仔仔的数量。80减1 80度来。是400尾。400。 这是中华花坛特有的算鱼仔歌，伫民国6070年代。 花坛饲真济正水鱼仔仔，为了买卖时计算方便，养殖户发明出这款哪唱哪算的歌谣，以5做一个单位。较5尾就是算1啊。佮第二个较3尾就1减，迄个2减2啦。吼，2减2就是8尾啦。佮较起来第三个较4尾，2加2啦。12尾啦。 刻条甲计算单位无固定的算鱼仔歌，伫30年前，花坛几百间养殖场，人人会晓唱。不过随着时代变迁，养殖业落车，像啉水来安尼要唱的，已经算是国宝人物。无人咧学啊啦。这要创啊，这算农业时代的迄个要农务啊。啉水来讲，当年行情好的时，外国人来买鱼仔仔，一摆拢2、3万买。 趁钱足简单的，自然有真侪人要饲，真侪人会晓唱。不过即马鱼仔仔价少真低，无人愿意做这款遮辛苦的养殖工作，所以讲有特色的算鱼仔歌嘛，慢慢啊伫消失中。